大家好，今次繼續介紹觀塘最近新開嘅食店，一齊去睇睇。首先嚟到觀塘港鐵站，喺 D4 出口落去，見到觀塘工業中心第4期，跟住喺右邊嘅樓梯上去一層。轉入去就會見到一間冰室，就係呢間新開嘅主題冰室。地方唔係好大，睇睇佢哋餐牌。可以用自己手機落單，手機俾埋錢，又可以叫店員落單，食完之後至俾錢。呢個係炸雞髀丁麵，60蚊。麵就係正常嗰啲一個嘅丁麵，有椰菜做伴菜，係麻油湯味嗰隻丁麵，煮得啱啱好，唔會太腍。隻炸雞髀係普通 size。上台熱辣辣，應該都係即炸，外皮係夠酥脆，雞肉夠腍夠鹹香味。呢碟係炸豬扒豬頸肉撈丁麵，60蚊，都夠大碟，豬頸肉爽滑夠香味。炸豬扒外層酥脆，肉夠腍，有香葱洋葱調味。丁麵爽滑，加咗啲帶甜味嘅燒汁。呢碟係滑蛋鰻魚肉碎蓋飯，62蚊，份量足夠嘅。鰻魚碎再加肉碎，再加啲輕輕甜味嘅燒汁，放喺蛋上面，味道可以接受。白飯正常。到呢碟係蔥花牛肉滑蛋蓋飯，62蚊，有好多塊牛肉。牛肉肉質夠腍，用醬油煮夠晒鹹味，雞蛋係夠滑，白飯又係一樣啦。呢碟係泰式四寶飯，60蚊，有豬頸肉、墨魚餅、蝦餅同埋雞件。雞件就一般啦，其餘3款都好食。黃油飯粒粒分明，夠味，有蔥油同埋辣汁俾你點。食飯送熱飲，熱奶茶正常，凍飲要加3蚊，凍檸茶正常啦。總結今次食嘅食物質素同埋味道係合格嘅。下午2點後呢，正餐每個減5蚊。下一站嚟到觀塘成業街，去到呢樓東廣場，上去2樓一間新開嘅酒樓飲早茶。地方夠大，有好多座位，坐低咗叫咗茶，人少咧就要搭台。叫咗普洱茶，茶味夠香濃，平日嘅早茶茶位9蚊。呢張係正價嘅點心紙，呢張係平日早茶特價嘅點心紙，有孖寶同埋一啲特價嘅點心。呢度係睇到所有飲茶嘅時間同埋點心價錢，就寫咗啲點心試試。呢個係孖寶鳳爪排骨飯，取翻開18個9，細碗咗少少，有一隻鳳爪，少少排骨，有豉椒調味，飯就乾咗啲，鳳爪夠軟腍夠味。排骨肉質係一般啦，白飯撈勻調味醬汁好食一啲。呢個又係孖寶鮮竹牛肉球，除翻開18個9，正常嘅有1碟3粒，都算大粒，加喼汁好食一啲。
肉質夠滑，裡面有香葱同埋馬蹄，底就有腐竹，都好食。呢籠係蝦餃王，18個8，一籠有2隻。蝦餃都算大隻，外皮係軟滑，裡面有好多蝦肉，夠爽啖，仲有些少筍粒，略嫌佢乾咗啲，冇乜汁水。總結今次食嘅點心，質素同味道只係一般。今餐埋單總共72蚊。下一站嚟到觀塘開源道，去到駱駝漆大廈第3座，上去3樓，幫襯呢間新開嘅越南食店。地方唔係好大，睇睇餐牌，又係自己用手機落單，點咗一啲食物試試，坐低咗有蜜茶俾你飲，台面有各種粵式嘅調味料。呢碗係牛三寶湯檬粉，63蚊，真係好大碗啊！有牛丸、生牛肉、手切牛肉，肉質可以嘅。有芽菜、香葉、香葱、洋葱調味，湯底係夠香味，檬粉係爽滑。呢個係粵式香茅豬頸肉湯檬粉，60蚊。湯檬粉係一樣大碗，調味係一樣。豬頸肉外皮係少少脆，肉真係爽滑，夠醬香味。呢碗係牛四寶湯檬粉，66蚊。佢多咗牛雜肉，爽滑夠味。其他嘅配料都係同牛三寶一樣。呢個係粵式香茅豬扒湯河粉，55蚊。碗粉都係一樣嘅配菜湯底，河粉夠軟滑，豬扒夠大塊，切開細細件，外層少少脆，肉質係軟腍，味道夠鹹香。呢碟係粵式春卷，10蚊，外層脆皮包住啲肉碎同埋蔬菜，味道係一般。呢碟係扎肉太陽蛋飯，50蚊，賣相就一般啦。有豬扎肉、豆腐、牛扎肉，爽滑嘅，薑葱蒜調味，煎蛋就一般啦，白飯正常。要罐裝汽水就加5蚊。總結今次食嘅食物，質素同味道係合格嘅，湯粉真係好大碗啊，價錢合理。今次最後一站嚟到觀塘駿業街，介紹呢間新開嘅甜品店。佢哋係專賣乳酪，價錢就貴咗啲。同事又買咗一啲試試，同事又買咗4款，每款係58蚊，有 Tiramisu、芒果、抹茶同埋荔枝，賣相靚嘅。我試咗一啖乳酪，少少酸味，我自己覺得一般啦，食雪糕好過。同事話芒果同埋荔枝係好味嘅，Tiramisu 抹茶就一般啦。鍾意呢個頻道影片就請我訂閱同撳埋個鐘仔，下次有新片推出就即刻收到通知。加入會員，真正睇完觀塘食好嘢。今次又食住咁多先，多謝我哋嘅會員，多謝大家支持收睇，拜拜。